金属中心，甲咱安排来到日本参观咱的这个日本上大，嘛是咱世界第二大的这个Teletronic 吼，一间公司哦。那最主要伊是用无人机载具的部分哦。那伊对于这个软体的部分，会使讲是世界第二强哦。那他们的在世界布局也有20几个地方哦。那透过安尼学习，希望讲未来咱中华特别是咱的农业，咱的老人化的部分很快吼。那特别是咱的这个农业的部分，最近有真济的这个少年啊，入来投入。我们希望青农也能够跟科技能够做个结合，那透过较新的方式来这个创造我们更大的农业的一个这个产值。那另外的话，无人机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救灾以及很多的探勘哦。我想可以减少我们更多这个人力的一个这个付出，带出更大的一个这个产值哦。那希望透过今仔的这个观光能够带回去彰化，让我们的这个农